他叫聂明宇，代理市长聂大海的公子，是天都市有名的大人物，一颗正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迅速窜红的新星。省师大杰出青年企业家，龙腾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他正处在人生的辉煌期，他深信他之所以有今天，是因为以往在他人生的重要时刻，他的抉择往往是正确的。今天他又一次必须要面对这种抉择，但是他第一次隐隐有些不安，他开始怀疑这一次抉择将带给他些什么。报告。释放证，回去好好干，不要再来了，啊，走吧。同样在这一天，还有一些人结束了他们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，重新获得了新生。绰号黑头萧三的原天都市大流氓头子，菜刀队的头目萧云柱，在服完13年的劳役之后，终于在这一天踏入了新生活。他又要面临些什么呢？也是在这一天，有着15年工龄的国营棉纺衣厂优秀职工王立敏，得知自己成为最新的一批下岗职工中的一员，这种打击对他是致命的。而且你不协定工作者吗？怎么下岗名单里面也有你的？就是啊，怎么这样？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天都海关新任缉私科科长贺清明而言，这一天绝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。历史将证明，贺清明做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，将彻底改变这个城市未来的命运。把它打开。贺科长，这是龙腾集团的货。龙腾集团里面装的什么？应该是普通的电子元件吧。打开我看一下。贺科长，你刚来，这样的情况你可能不知道。龙腾集团的货在这儿是免检的。为什么？谁规定的？怎么？要我自己动手吗？老强，来，打开啊，跟我来。这就是你说的电子元件吧？所有龙腾集团的集装箱全部开箱验货。还是在这一天，
天都市颇有名气的2个三陪女郎周玲玲和王芳，突然得到了他们生命中的第1笔巨额财富。哎，玲玲，王芳，来，快点过来呀！哎，大力，过来，来。哎，姐，干嘛去啊？去前台呀。前台干嘛？哎呀，我有事儿，你别管了，走。哎，来了。大力。哎，姐，大白天还有生意啊？别乱说。哎，大力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东西啊寄送一下。姐，这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大力啊，如果你下班之前啊，我没有下楼，你就帮我把它寄出去。一定。行，小事一桩，没问题。别忘了啊。啊，行。一定啊。谢谢来，了。谢我一个。姐，我害怕。不去了行不行啊？哎呀，都到这儿了，我求你了。我不去了，我回家行吗？姐，我不去了，不行吗？我真不想去了。哎呀，你快一点。哎呀。姐，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儿。没事的，我想他们不会再借点钱吧？再说了，大不了就轰我们走呗。你们胆子大一点行不行？万一呢？万一，预防万一。你干嘛，姐姐？预防万一呗。我要回家，我不想去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要到了。